2026預苦期每天讀經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係3月16日，我哋呢個星期邀請咗夫婦區為我哋去讀經。今日邀請咗智芬姊妹同我哋去讀今日嘅經文，希望我哋一齊每日用神嘅話語與主同行。馬太福音23章13至24節：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，自己不進去，正要進去的人，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。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走遍洋海陸地，勾引一個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卻使他作地獄之子，比你們還加倍。你們這瞎眼領路的有禍了！你們說，凡指着殿起誓的，這算不得什麼。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該謹守。你們這無知瞎眼的人啊，什麼是大的？是金子呢，還是叫金子成聖的殿呢？你們又說，凡指着壇起誓的，這算不得什麼。只是凡指着壇上禮物起誓的，他就該謹守。你們這瞎眼的人啊，什麼是大的？是禮物呢，還是叫禮物成聖的壇呢？所以人指着壇起誓，就是指着壇和壇上一切所有的起誓；人指着殿起誓，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裏的起誓；人指着天起誓，就是指着神的寶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。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將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獻上1/10。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，就是公義、憐憫、信實，反倒不行了。這更重要的是你們當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你們這瞎眼領路的，蒙從你們就濾出來，駱駝你們倒吞下去。